大家歡迎收睇2026年7月2號星期四朝早8點50分嘅颱風速報。現時嘅時間係朝早8點50分，1號戒備信號喺朝早7點40分發出。現時酷熱天氣警告信號亦都現正生效。我哋嚟睇下最新風暴消息。按照現時預測，高熱帶低氣壓會逐漸增強，並會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島，與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離。1號戒備信號會喺今日維持。隨住高熱帶氣旋逐漸靠近華南沿岸，預料本港明日風勢會逐漸增強，天氣逐漸不穩定，狂風驟雨增多。而受地形影響，部分高地可能短暫吹烈風。天文台會視乎高熱帶氣旋的強度變化，其相關的強風區與珠江口的距離及本地風力的情況，評估是否需要喺聽日發出3號強風信號。海面有湧浪，市民請遠離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，並留意最新天氣消息。我哋而家將會嚟睇下風暴路徑。目前高熱帶的氣壓係集結喺本港之西南約630公里。我哋而家會嚟睇下路徑概率預測預報圖。好啦，呢次颱風速報就到呢度啦。咁我哋就下晝3點嘅颱風速報再見。拜拜。